家口啊三地人烧死5个，上细汉的只6个月大。这是发生伫台中的台里一间透天厝，半暝啊3点外火烧厝。这个火是为1楼开始烧，烧起哩2楼、3楼。这家口啊住3地人，总共8个。火烧的同时，其中6个人是困到长路面，啊66岁厝主行动无方便，困伫1楼，发现火烧，疯狂逃生是用爬出去。啊，厝主的太太甲细汉后生困伫2楼，大汉查囝甲2个孙仔困伫3楼，这5个拢走无出来。啊，互救出来的时阵，已经无呼吸心跳了。上细汉的孙仔才6个月大，啊，大汉后生甲囝婿无伫厝逃过一劫。大汉后生听到消息，为家己赶返去厝，情绪激动，心拢碎了。大火为透天厝1楼烧出来，拖到2楼甲3楼，上救人员赶到现场，赶紧拍火。消防人员一个知影厝内也有人，随爬梯入去厝内救人。那6个没有出来，怎么会啦？监视器翕到火烧厝的时，1楼66岁姓陈的厝主赶紧将铁门拍开，因为行动不方便，用爬出来，厝边赶紧甲解救。3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砰砰砰，我就闻到瓦斯味开门，然后已经烧到2楼了。厝主互人救出来时，可能有惊到，一时嘛讲袂清楚。火堆堆烧起来。入去搜救的消防人员，只先救出头一个人。互救出来是一个6个月大红婴仔，随送上救护车。掉伫路顶姓陈的这家伙啊，警消人员4点19分救出这个查甫婴，4点22分救出38岁查某囝，5点04分救出11岁孙仔，5点10分救出66岁厝主的太太，5点20分救出32岁第2后生。因到病院时已经无气啊，虽然有经过抢救，犹原无效。警消人员的调查，11岁孙仔甲第2后生也有太太困伫2楼，查某囝到新山刷等于后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